堅樂中學蒙主嘅恩領，創校55年，植根觀塘嘅社區，多年嚟栽培莘莘學子，服務社群。稍後大家會喺熒幕上面見到我哋心繫嘅社區，既見到同學們每日上學艱苦奮鬥嘅路徑，亦都承載住同學們成長嘅足跡。四季更替，主信實無變，讓我哋尋索主與我哋同行嘅足印，就從堅樂中學舊址恒安街開始。預備接過亮燈信物，預表多年嚟堅樂中學恭謹接受上主所賜嘅教育使命。有請
基督教聖約教會總幹事吳偉明牧師、劉景文校監將亮燈信物鑲嵌在本校校徽之上，預表堅樂中學秉承基督救贖精神，按照聖經真理實踐教育使命，為主發亮發光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祝賀堅樂中學55週年校慶，願榮耀頌讚歸於上帝，願神嘅真光繼續引領堅樂中學，為人帶嚟希望同埋熱愛。